，Happy Barbie，作品耶，作品耶，跳啊跳啊跳。还有你大腿，情侣行的大腿，还有一双找不到脚踝的小腿。曾经还对你讲过两海的无言的祈求。我是一大洋，我是一大洋，我是一大洋。人爱讲数天数，人爱穷哈哈，过得幸福几千万。三姑娘啊，唱啊，心无开哟，莫唱我的心爽。老热大擂台，老热强下来。乡亲朋友啊，大家好，今本日是安尼老热大擂台的特别计划的节目。所以今日节目就系闹热米牙秀啊！啊对呀我在秀嘛，给本太甲看呢。哎，今日算系闹热的米牙啦。嘿呦，是米牙，是米牙多嚟哦吼，今日冇比赛，唔是比赛哦。今日按有呛到吼，安尼所有安尼闹热大擂台嘅资深的资优生，来安尼节目表演后堂的歌曲，哦啊，我有当到特别的。special 的表演咯，本大家充电，唐讲看到这个动大赛，唐讲今边最重要还可以出奖，系咪？出奖诶，米牙特别，你参加公司那个米牙一定有奖我出嘛。系啊，大家等等嚟看哦吼。看一下，喺度个奖品，来，我看一下。来，一精彩的。有嘛？有看到嘛？要按到咯。奖品看。用嚟准片哦。总共有我看16吗？16。16奖，16集哦。嘿，你看还有进口重机，有重机机车一台，对吗？哎，开玩笑。还有你的大奖是不是？大牛没有啦，那只是一个小奖啦，哈，还不错啦。你弄出来的东西应该会比这个好吧？你看我东西这么小，小小的，你不要看这小小的。你那到底是什么啊？哎，好古怪哦。它有可能是戒指哦。那里面可能就是有几克拉起跳。哎，有可能。嘿嘿。哎，我谁呀？大牛。罗斯峰呢？开玩笑，我怎么有可能？泰嘎就的其他呀东西哈。没有，Tiffany 没有啦，我说假的啦，没有。我不骗你。哦，哥，今日大家都很用心哈，请用心准批呢。好，俺讲俺唔对哈，今日冇比赛演上第二嚟做乜嘅咧？明明可能出奖。虽然冇比赛，他个表演唱歌嘅，但是。佢一條自由身衝脱以後，咩小課本先生嚟講，哦，按樣咪有出獎嘅機會咩？對嘛嚇？比如講中分有30分嚟講，佢講我超過24分嘅話，真有辦法出獎啊！他在把關的。對啊，如果沒有超過那個分數，根本中的。對，好，來介紹一下哈。蒼蠅是先生，總體先生，樂面先生。刚刚能今边的米雅秀哈，正式要开始了。我哋有唱到慢人，我咩唔啲？講真，我主持人所以我哋慢人都呀哈慢人，我嚟參加，我咩唔啲呢？今边是玩真的。哎，所以賣個關子，先賣給觀眾朋友，是賣給我們主持人。係，我哋根本唔啲慢人。錯。好，但有 TV 啲啊 ，TV 也馬上會啲。好，分享劉飛琴帶來三個字。劉飛琴唱三個字，嘿，來，他嗰度彈可能好來。天上啊，星啊子，老夕阳，夕阳，
这个啊，哇，女500吗？哎呦，好棒哦！好听耶，这种可以放下吗？传统新唱你换新背带了是不是？对呀。对耶，哦，哎呦，可以哦。是有赚钱哦，有赚钱哦。一滴我嘛，我想要挑战要跳三国志嘞。冇咁樣感覺咧。雙胞胎講愛衝，啊，雙胞能講嘅哦，有冇嘅哦？係啊，你講愛衝。咁乜呀？好有想法哦。校長在那邊，對。校長好。他聽嘅哦。他竟然不知道。他啲人嘅之前嘅學校。呢？啲個上課，哦，啲個讀書。係，校長好。是。對啊，當有時加倉嘅啊，講講咁乜搞嘅嘢吧。因為我唔會衝。要練一句誒。練一個禮拜。好，可是我知道真是動難，因為唱不好，其實都講你這個那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多？那個啊這樣不行，我們不是這樣唱。啊，真的啊，你女兒現在那麼厲害。對，因為佢唱傳統戲曲。你叫他來，下次你來，我們來檢驗一下。今天有沒有來？今天沒來。今天沒來，不過他應該會來參加幹嘛？獎金挑戰賽。真的好啊，叫他來。我們等他來。我再來跟他講，你那個不是這樣唱，不要那麼多的。他就糾正我，對，糾正你，對。好，我幫你糾正回去。我們請專業的來糾正我。看你有沒有辦法抽獎？你今天有沒有很想要抽到獎？有看到，你有挑到喜歡的嗎？7+9。對。哦，你想出國放鬆的，對不對？沒有，林冠群說我抽到賣他。賣他。7+9賣他。哎，他現在可以哦。不對，好像是他收入很多。沒有，好像是陳婷婷，我講錯了。哦，陳婷婷，他也想要7+9。常回馬來西亞。每個人都蠻想要7+9，連我都想要7+9。是。對。好。哎，超過24分才有機會拿到。哎，先。還是要聽一下老師公平啊！鄭校長，我家湯記創呀三國志吼，佢也安尼創嘅吼，因為佢冇搞嘅，係一張當嘅方式，真確嘅，係真確，佢創嚟係真確。老師也有張大家學一下，因為佢公開了啊，但是佢創嘅視覺方面吼，都算清張哦，清楚。老師有張，強也有做到。但是佢嘅表達方式，唔係用傳統嘅唱法嘅表達方式，用另外一種嘅唱歌方式。所以其實也可比講人唱人嘅傳統歌嘅嗬，咩有人用聲樂嘅方式表演嘅。有。嗬，佢係一種方式，做唔得用腔樣嘅方式去看佢。對我嚟講，我特色方式我就可以接受。佢今日唱嘅東西係非常嘅贊同啦。佢也冇實體三國志嘅一個嘅呢，一個味道啦。只不過也杜康嗬，有啲嘅詩嗬，佢安尼編輯嗬，也唔係講做唔得，做得，可以，做得，先嗬，繼續發展嘢嘅嚇。那老人冇人學，發展嘢，也獨一無二嘅。校長認同誒，認同誒。主角看來是有意思，西本魔。好，來，可以哈。劉飛琴的分數。好，27分，請到抽獎區去。來。所以可以抽。來，要恐怖箱啊，不，這個摸彩箱。哎，這個摸彩箱還是要你拿。抽一下，比較大啊，對，比較有點重啊。你拿比較有分量。是嗎？對。是真的啊！真的啦，哪有什麼假？16哦，大獎哦！ 16，太認真會抽筋嘞，按台長呢？太認真會抽筋。16號哎，那要在這裡抽還是照中間去抽？中間拆禮物。我跟你講，我有剪刀，我幫你準備好了。要拆開哦。來，我先把你這個好拿起來。來，你那我拿這個。你要自己猜還是我幫你猜？我幫你剪。好。哦，哎，刺激了！16獎這麼大一個，到底是什麼？太認真會抽筋呢，乜個意思？哎，裡面還有哎，好像蠻適合你的。適合你哎，這是什麼？烏克麗麗是不是？哎，你好幸運哦！可以再打開嗎？太酷了！
看那黑马个造型呢？要打开。喂，会不会打开来里面是塑胶的？没有，真的是真的，还有泡棉呢。对，是真的。哎，这剪刀在哪了？剪刀。真是好好玩哦。那个不用，那个不用了，那这样猜就可以。啊，原木的。对，好漂亮哦。这领冠群一定会喜欢，卖给他，快点，然后你再去买漂亮的。对，应该可以。耶！恭喜！喜欢你就直接先弹呢。哎，我不太会。来了。没调音。哦，没调不行。哎呀，是。下次调好弹给我们听。好。哎呦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不喜欢可以换。可以换。喜欢。我很喜欢。我很喜欢。太认真会抽筋，就是你一直弹，手会抽筋就对了。谢谢新梦台这个。哎呀，恭喜你！香港太上工，那也穷下了。喜欢啊，这个奖。喜欢，恭喜你！谢谢弹给我们听哦。好，那这么好的奖都被你抽走了，那怎么办？后面没有啊，我期待那个手奖哈。Tiffany 哦。好啦，谢谢。哎呦，先回做休息哦，谢谢，好，回做休息啊，谢谢。哇，恭喜！杀了，哎呦，呀咪，哎呦，衝啊唔錯。哎呀，番前開，佢都衝到嘅傳統歌啊嘛。係。點樣帶來一條歌嘅阿妹哦？阿妹有老師傅哦。咁好，對方有提到我嘅名嘅咧。分享有嘅老師傅哦，法書下呢，番前開唱法書下。法术啊，其实tango梦，法术啊，开到年年计法。風風拍拍計花，就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面背，跌落你腳下。法術3點的法術啊，有一個老師傅哦，做過個人渣，做過個什麼嘢？就將個門前法來來去去，唔知幾多少。法術啊，法術。
哎呦，哎呦，哟，请快哎狗，呦，哎，重击达人，哎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你眼相看呢，挑战哎呦，不差哦，哎呦，哇，有唱歌冇？有唱歌也个流行的冇？流行歌就當時有唱哦。哎，你啊你平常時迄有表演有唱，迄就唱錄得個老歌。哦，傳統老嘅，歌較傳統嘅就攞安尼流行歌曲啦，哦，哦，唱兩樣嘢，就每樣嘢哦，就當時也唔是接觸歌。也10多年來嘅新嘅一種嘅流行歌曲嘅嘅種，客家歌，全部接觸過，哦，所以我練到我不卡4年，練我選咗3年先添啦。佢就嗰時就配到垃圾，結果我唱出嚟，係呢位有啲會跌睇到。結果人選咧面行咁去唱嘅，係嘛？哎呦，很難得哦。阿花樹好。我誤會來耶，動次很可愛耶，太好玩了啦！對你來講，迄個當好嘅挑戰啊！係啊係啊，但是好彩唔俾比賽啦，你比賽唱一條歌都派台嘅。放而且比啊條歌，就會咁樣講下風氣，係唔會落嘅。哦，好彩啊！你個唐亞先生嚟講邊啦。好啊好啊，來飛先生，哎，秦浩哥，哇，我觉得你的声音，你的嗓非常的棒哎。哦，真的。一开始第一句我就说啊，我就跟校长说哇，声音真是好听。那我觉得 Gimme 非常的有意思，让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法属哈哈，因为你就山歌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这种韵的方式，但是我可以听到你非常认真的练，然后。主要是我享受在你清亮的声音里面，哇，你那个发出哈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耳机都哦拉开一下，因为非常的亮，给嗓音一讲，很棒，对，就算那个落叶掉下来，它也没差了。另外一种意境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实刚刚是你会投入去听它哦，虽然它拍子跟平常唱的不一样，你仔细听，其实它那个前面 A 段进来的时候，你若闭着眼睛听的话，其实你是可以听到画面的。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，真的好棒。啊，来看，就可以把歌管到出教嘛哈。哎呦，来，翻请快一本书。恭喜25分，来出奖，恭喜这出奖，来，講係歌節快樂。有，他甲米牙，來，過來，哎，也有按多獎哈，有底下16獎冇人出這位，不免飛琴出這位，還有1都勝5。哎，我吃到呀一次，那一個什麼沒有起重機哎，嘿，金 Q 重型機車，主要是一道好，哪按多重做嘛？對啦，你衝15分剛才哪按多重？你咪重咗人呢？一道好，唔看啊？有樣冇？3號，3號乜嘅？重型機車。哎呦，那有按拄好嘅啦。兩腿有盤啊！真的哈，老娘大腿腿真的不是蓋的。抽到重機就送重機嗎？對，但是這個我覺得這個獎非常的有分量，我覺得要由你來贈送給他。哦，真的嗎？哦，是，好來。請你將你的雙手。好，安尼翻琴會欣賞哈，抽到一台重機。係。恭喜你這台重機，好，謝謝。去專一啊，去專一，哈，去專一。高興。做得啦。做得冇？兩支機。唔一乜嘅色咧？我叫炒來咩唔怕。唔一台馬色咧？嚇？唔一台馬色。紅色咧。紅色啊，黃色誒。黃色。要估咩字喎？做得啦。半夜順得起啊！好啦，恭喜你啦！哦，謝謝他來啊，今晚你來啊哈！謝謝張來鳥哈，謝謝，真唔該，真唔該，好，啊，這些好在邊當錯。看好我查看好我。好啦，沙下來呢？這個厲害的，分享陳婷婷。嘿，叫我帶你乜嘅歌？山歌組曲誒。啊？一首就是一條就算你一多條啊，2條誒。叫我唱山歌哦。好跑步。馬來西亞有山歌嗎？就是唱我們的山歌吧。對啊，我們的山歌。哎呦，陳婷婷佢全部唱流行歌曲嘅，佢今日要嚟唱山歌。
他个就喊讲啦，马来西亚的朋友唱山歌，迄乜个意思咧？弹过来。小好几号了哈！哎呀，来我也。可以耶，哥哥好，姐姐好。做很多。好，你说人家小鸭，你说人家肉很多。呀呀，你又做鬼，风流做什么哎呦呦的哟。那你上次问我说会不会唱这首歌？如果我跟你说我会，我今天是不是就是他这个样子？没有，你不一样，你会更像。天下出去。小一号，小好几号了，真的小好几号了哈！哎呀，来我也。
可以耶。哦，谢谢，罗哥好，姐姐好。做很多。好，你说人家小鸭，你说人家肉很多，你到底是有没礼貌？你今天鬼来创那米雅呢？哎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呀？真的会唱歌的，什么歌都难不倒他。对啊，但是你为什么唱完有晃神？就我其实都不懂自己有没有唱对。佩服，真的佩服，哇，太厉害了。刚刚牛哥说哈，就算你来比传统，对啊，再唱个2句，你还是第1名。随便唱还是第1名。没有，真的，我第一次挑战唱的歌，我怕死。尤其你刚刚那个老山歌那一部分哦，前面一开始出来，哎，唱出来怎么有少数民族那种苗族的那种感觉啊？那个声音，那是用什么的？我自己很喜欢那个藏族的那种。对不对？那个不是这个吗？不是。哦，你那是鸡叫声。是刚刚那个声音怎么弄的？我不知道哎，是。对呀。好了，不要哭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奇怪的。你真好厉害耶！你看唱完以后，刚刚那个郑校长还频频点头，哇呀，张模真的好棒，好棒。对，英英老师不知道会不会这个吼？哎呀，来，英英老师喊一下。哎，有哎，有了。有啊。我刚刚是被弹卡住而已。我是爱用从吼，我想今天就不会坐在那边了。运动系真紧给弹卡住。好，其实好听从的你歌曲啊，不管是哪种歌，我想大家对记起你期待，运动系就是听嘅水准的啦，哈，礼拜你嘅你洛杉歌和国山歌子做得安样欣唱，其实运动系讲佢。接近流行歌曲咧，好，应该是说它已经接近是流行歌曲，係講到傳統嘅，佢就係基本嘅你係曲調係用安啲傳統嘅山歌，咁講你係一號就係你係一種重新嘅唱法，我想學不管係用哪種唱法，因為特色。有其他嘅提升嘛，哈，所以走的可以借由婷用别的方式来演唱，让我们的客家歌曲可能可以到更多世界不同的东南亚国家也好，或是世界各地，我想这个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跟那个谁一起到你们马来西亚？就是不久前，去年年底，然后就是刘郎昌老师，刘郎昌不是刘龙，刘郎昌老师就是。对，就是邀请我跟他一起到马来西亚的演唱会巡演这样子，很开心。对，到丁家奴，都有就是英语、国语、台语、客家，然后客家是主要的，对，是主要的，有婷婷就够了哈。对，我们这不想听你讲哦，我们要抽奖了。不要火大，我们等一下要火大。还没看分数啦，不知道有没有24分呐？随便也有。来，快，陈婷婷来分数。7+9，7+9。你应该是要抽7+9吗？7+9还没有被抽。来呀，来来，路过经过千万不要错过这摊哦哈！来抽奖哦哈！来呀！乐尾牙。现在有2个奖项被抽走了。刚才我右边的眼皮在跳，好像是好运的意思。哎呦，右边。来几号来？4号。喜怒4号，事事如意是不是？啊！那个。他真的是首奖吗？不到，没有首奖的气势。首奖哎，我好想猜，快点呐！来，便宜剪刀给你。好紧张哦！我提供的啦，小小的奖品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哎。对，看看有没有可。我在家里哈，我就是到中间那个橱子里面，柜子里面很多东西，就是有一些东西也没拆过。但是柜子有分在厨房的，还是房间的，还是佛堂的？房间的，还佛堂的嘞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哈，反正我就看了，没拆封过，我就拿来了，里面还有个盒子哎，有一只蝴蝶，有蝴蝶，名牌的，是安娜苏的，哦，那不是Tiffany。蝴蝶生得真美丽，头戴着金丝绳的花花衣，你。
这算名牌是吧？这是名牌啊。名牌哦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好像佛牌哦。又不是你抽到，你干嘛跟人家抽啦？你要不是啊，我怕他受伤啊。来，把它拉起来看一下。哦，好漂亮哦！哎，还不错，刚好配合你今天的打扮呢。可是我还是比较想要记家酒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好，这是我心目中的第2名，还是很棒。这个比较好。你可以把这个绑在你这一条线上，香吗？有没有过期呀？对呀，我在想这个很像出了有一阵子的耶，怪的感觉。我好像还有提供一个快过期的嘞，有没有？还有在里面。你这个也好意思讲出来？提供快过期即期品。谢谢，好开心哦，很适合你，对，很适合你气质，神秘。明年再加油。喷香香等我啊！不是都会这样子。你确定这不是牛嫂的？这是我老婆的。好了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那喜欢就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你唱这么好听的那传统歌曲，要再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谢谢你，先回座休息。谢谢。哇，好了，我真觉得你们也爱做青铁片。青河烧，唔是葱就青河烧嘞。也做咩咁样？平常时咧评判流行歌曲组的评审欣赏。冇想到演金明日，我有一年。金明日照道理来讲，应该来表演咧，反应咁样唱流行歌曲，但是其中咧带来係一条传统歌，打情骂俏歌。还有大半都唱金童玉女样的。善财童子有没有？我只能说今天会很开心，会开心哈。我请粉丝。好，来，快一下要了不起表演了哈。分享起这比起司比带来门谱。来大哥来。哎呦！咋比个？亲爱的。走啊走啊走什么？唱啊声啊声，路途有几多？3、7、800里哟。先生啊，勇子啊，风啊流，送啊流，呀呀吹。你又做鬼，风流做什么？哎呦呦的哟。莫爱嘛该啊，叫莫啊，来赶时间啊。好啊，唱啊声啊声，声声我的歌。叫我走呀走什么？唱啊声啊声，又买好什么？祖孙伯父求我，先生啊，勇子啊，风啊流，送啊流，呀呀吹。哎呦，当下嘛哦，风流做什么？哎呦呦的哟！哎呀，牛做得好牛啦，仲系哎呦，喊认真对啦。好啊。啊。唱啊声啊声，声声我的歌。叫我走啊走啊走什么？唱啊声啊声，有点好险哦。一点两三件咯，先生啊，勇子啊，风啊流，送啊流，呀呀吹。你哦做鬼，风流做什么？哎呦呦的哟！哎呦，暗自有哪里呢？再来摸一挺哈。好啊，唱啊声啊声，声声我的歌。我走啊走啊走什么？唱啊声啊声，向天有几多？看下边19点可哟。先生啊，勇子啊，风啊流，送啊流，呀呀吹。要按300啦，风流做什么？哎呦呦的哟！哎呦，拍你眼光嚟，我知道。哎呦，哎，有干嘛呀？你还买东西啊？你还买东西啊？哎呀，
你们两个。那个东西，你还那个东西啊？对，有没有鱼芹菜嘛？我在憋笑。对，你是还蛮正常的。其实我是谢启国老师。对，你只是穿个寿衣而已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可能。他就这，你牺牲很大呢。我都不敢看他，我刚刚眼光一直射向老师那边。讲射出来啊！难怪你一直慢那边。其实今天我真的谢谢你啦。什么谢谢我？我很想唱这首歌很久了，一直找不到这样的人。我们跑这首歌我也好爱。真的吗？你要不要唱一下？当纸片人的人吗？杨志啊，能不能再跟他唱？送啊溜呀呀吹，呀吹，风流做什么？那有的有，多好啊！难怪你上次问我说会不会唱这首歌。如果我跟你说我会，我今天是不是就是他这个样子？我没有，你不一样，你会更像。好啦，今年后告啦，好可爱。哎呀，你这样叫人家怎么讲评？做喺 TV 節目真有辦法看待啦，咁嘅表演啊，你就可以哈，可以辦法主教嘛。來來，快起視邊一本書。謝謝老師。哇！來，我頭髮嘅，我頭髮嘅。我覺得有20分是因為你的皮膚。應該是。來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抽到我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2號哎，真的抽到我的，你該不會是這身衣服吧？你先拿着，你先拿着，換我，真的，先拿着。鞋子不會是繡花鞋吧？不，你端好13號，是13號，3號這3更半夜不准睡，是不是？不准用，這是什麼東西啊？來，我們看一下，是我的剪刀呢？來，看一下，剪刀在後面，來，剪刀呢？來，我來。先猜誰的？先猜思慧老師的。先猜玉女的。哇，玉賢，你確定我猜得出來嗎？他剛剛瞪我。真的？為什麼？說我準備那個獎太小氣。太小氣。我看他是什麼東西。來。我跟你講，我的絕對不會讓你失望。我來看有沒有過期。不會過期的，小心哦。剪刀哈。小心哦。小心。很好哎。配我衣服的。對，還蠻配的，真的很配，真的很配，真的是注定你要抽的。對，繡花鞋，甜心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這個獎感覺上是真的很不錯哎，很厲害哦。你把包裝都剪，你把他的那個防塵袋都剪壞。好適合哦！化妝包好漂亮哦！提一下，走秀，要他的眼光啊！等一下，不要從那邊走，我要從哪裡啊？走秀，他的眼光，來，不要有表情，不要有表情，然後有點飛的感覺，要飄，要有點飛的感覺。Go！ 我為你介紹今年。好大哦！漂亮嗎？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它還有另外一個造型。喂，不是要撒一點那個？那你的呢？你的嘞？來了，這個該不會是麥克風吧？我覺得這個東西耳機，好好哦！哇，其實是水壺。我跟你講，這個東西呢，伴了我好久了。這也是你送的？這不是我送的哦。行動麥克風啦！哇，這是那個鬧熱選秀會的時候最大獎，對，最大獎。對，那這個應該。送啊溜，什麼來有的有。你主持那個電台的時候可以用這個，很好用，對不對？哎呦，好啦，這太好玩了。好，謝謝。哇，抽到這個獎，開心吧？謝謝啦哈，謝謝。開心哈。有的笑啊，正義懂翻譯。那你們現在要回去那邊做，還是這邊做？對，你們要選這個。你們先去那邊好，因為今天那邊沒有你們的位置了。其實我是想跟慧茹老師擠一下的。不用，它太熱了。剛好就穿這樣那個離舞台兩邊一嘛。你站一下而已，就站一下。離舞台，那你們就站在這裡了，拜託了哈，拜託，我們就一起了哈，好不好？
不好，哎哎，豆浆刚好在后面呢。来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 OK 啊，好，那背好，背好，背好。那我们介绍下一组了好哈。OK， 可以的。来，下一组是谁？哎呦，左左右右来了。左左右右哎，左左右右来了耶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对啊，我好喜欢左左右右。很可爱，演唱会。对，他有来帮我当嘉宾嘛，还跟我一起唱《小家家里好啊爱》。今天也来了。哎，来了呢。不鸟不起哦。有没有唱那个歌呢？给他唱个那个八八八。哎，好糖哦，来，弹过来，弹过来。讲屁耶，讲屁耶，北京巴黎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跳啊跳。去完你的演唱会就变这样子了。长大了，因为也长太大了吧？伙食比较好。为什么连荷尔蒙都变了？哎，对。客家人赞，中下烦恼，台上很好，心情东海，天涯山嘿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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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起计较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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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台上很嗨，嗨，心情都嗨，嘿，天涯说嘿，嘿，好，左左右右，get ready go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北京巴黎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跳啊跳啊跳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跳啊跳啊跳，one two three four，真恋爱跳，one two three four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跳啊跳啊跳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everybody，one two three four，天天爱跳，one two three four，天天爱跳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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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可能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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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台上很好，哈，真嗨，嗨，天涯嘿嘿，嘿，get ready go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everybody，讲屁耶，讲屁，讲下来跳啊跳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everybody，one two three four，天天爱跳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everybody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讲下跳啊跳，讲屁耶，讲屁耶，everybody，one two three four，天天爱跳，one two three four，天天爱跳，one two three，哇哇！欢迎左左右右！哇，你们长大了呢！不是长大了，不跳跳哈，不跳跳哈，多跳一下。怎么我们的左左右右不太一样我们了？老骨头了啦！去完你的演唱会就变这样子了，长大了，因为也长太大了吧？伙食比较好啦。对啊，我刚才一直灌风啊，灌风啊！那为什么连荷尔蒙都变了？哎，对不对？你们身材好像哦，哈。我们是双胞胎呀，双胞胎啊，差好几十岁的双胞胎啦，黑啦，一人赏一只来。好高，哎，这为难你们了。你是左左，对，我在右边，对，我是左左啊，这个到底怎么来的？这做黑嘛，这我们去台北市绕的，哦，请到剧的啦，辛苦了。对，啊，你看嘞，安尼节目啊，美到安尼节目安尼，安吉神安尼，两位，哎呀，大班都安尼，
安尼练呀，左左右右的歌，不对路人家对的。我觉得唱是其次，是跳。他们两个刚刚有同时跳。我发现你们俩还蛮灵活的呢。对啊。家有人爱骨头跳。敲阵有闹多呀。我可以那个替观众征求一下副歌再来一摆好吗？副歌啊。再来锦菜一摆。冠风那个哈。嘿，锦菜一摆好吗？好，来。嘿。จักพี่ everybody จักพี่จักพี่โอ้ฮักเดียวจักพี่哦，地震了 everybody 1 2 3 4人卡头1 2 3 4天爱跳好啦，来，表演。张慧茹老师。哇，我觉得流行组也需要你，都需要，对不对？是哇，我觉得你可以当唱跳歌手没问题。为什么？他常常说想要来报流行组。对呀。哇，我觉得你没有报过吗？还没有。好。对，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唱跳都非常的棒，尤其你看你们俩一直这样跳到最后还脸不红气不喘，我只能说你们太厉害了，太棒了！真的，我觉得今天非常的欢热，我们看得很开心，然后。哇！你们戴着这个帽子，然后还可以唱得这么好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做一个组合。好，你哋看一下叫翻不主角冇嚟。你要強喐總水上嘅分數。哇！謝謝。來，直接來了，一定要滿分，來，主角，勾一個遍數。那個最大獎。來這一攤，好，來這一攤。每個人都有，2個來參加就有。你抽幾號？14號。來，14號來陪你度過熱情的寒冬哦。哎呦，你自己那麼欠，你那麼熱了，你自己就那麼欠溫暖。來，你抽一個。問出一張。他很欠溫暖是嗎？對，我很，他溫度不欠。哎呦，千王1號，麻煩1號，麻煩1號是G+9，對不對？哇，好厲害啊！麻煩投給1號啊，麻煩投給1號。好，1號。我們要來發大財了。台灣到香港，那你要豪華機票，你不想？還有加酒店哦，是真的，機票加酒哦，加酒店哦，住都不用煩惱了哦。是哦，還是你要到南港？包吃包住哦。對。包吃包住啊，哦，好不好？好，來。我小心你的禿子。先猜一下那個。好，來，剪刀給你。來看是什麼東西？可以拿出來嗎？拿。耶，這是我的最愛呀！啊，這個最刺激就是要把糖果啊，巧克力嗎？還是暖包？啊，暖包，真的欠溫暖呢。小白兔啦，好不好？然後有手握式的，有10個。有10個，好不好？好，讓你到香港的時候也溫暖。我要去大陸的時候又可以玩，又可以用到。哦，對，省着點用。好了，他的獎已經拆開了哈，那我們就兌現了。他的獎，對，還是要拿給他，對。好來，真的啊，是真的啊，真的啊。我跟你說，G+9今天都玩真的。G+9那個機票自付。我想說那個重型機車是模型，這個。來。是嗎？來。哎，為什麼那個那麼？來，雞哦，是什麼？雞絲麵，來。還有嘞，香港來酒米酒啊，G+9哈，好，G+9，還送你一個箱子哈，來箱子，還有對，風燈櫃哈，來啊，4麥的出現你就按一個了哈。台灣到台灣，從到香山，台北到南港的G+9啊，不是台北到香山又到南港，新竹香山，你拿了這個，看你要去哪裡都可以，反正就是從光啟社出發。G+9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謝謝兩位，謝謝，非常棒啊！對，先做一遍，然後走了啊，是這樣。哎呦，起身態了哦。接下來更厲害了。哦呦，我們的好朋友來了。誰？佛養，
露露，对啊，露露不是跟吴宗宪主持那个露露，俺的好朋友，他来了，真的假的？他会来上我们这个节目，这看下去就知道啦，对不对？不要超马狗，腿之歌。哦，来，露露哎。个腿，娘们总很明显，爱抬腿，爱细腿，回天连成一线天，爱努力，上甘皮，撒有感生会走白，恋爱个小同学拄伫相爱做，咪咪走高张海，结果阮来落无退，男生长命水，漂那粉粉面歪歪，小朋友唔好好，阿记住还出腿呢，人家也想穿短裙和长那些。做嘛敢爱情唔同意，空地给的朋友的度，想你还想你，还有你大腿，挺流行的大腿，还有一双找不到脚踝的小腿，还有你大腿，我还有露露腿，皮皮给你捏起来当亲有感觉，还有你大腿，挺流行的大腿。有一双找不到脚踝的小腿，还有你大腿，我还有露露腿，皮皮给你捏起来当亲有感觉。咪咪走高张海，结果阮来落不退，男生长命水，跳那粉粉面爱爱，小朋友不好好，阿记住会出团呢。人家也想穿短裙和长那些，交换你的哪里？做嘛该爱情唔同意？空地给的朋友的度，想你还想你，还有你大腿，挺流行的大腿，还有一双找不到脚踝的小腿，还有你大腿，我还有露露腿。情有感觉。哎呀！原来我还以为真的露露来了，吓我一跳！呢。大家好，我是露皮啦，露皮啦，哎呀，俺叫我看到。那露表啦，那露。露表啊，俺叫我看到，人叫俺多了。哎呦，人强呀！陈文强呀，人强身材1号了，真的呢，哇，真的，你们真的小1号了哦。真的小1号。比赛之前到现在，为什么？真的很少看人家身材那么多胎出来那么瘦的。对啊。保养的真的不是，怎么保养的？受了感情的创伤，对啊，就是在比赛的时候，罗哥就一直说我是女版的黄金岛。我也说过陈婷婷是女版的陈金佩，她也没有，她也是。哦，那你说的人可多了。我说多了啊。好好讲话。好。这些小孩子哪里找来的？这是你妈妈吗？啊？这是妈妈啊？哎，那是谁？老师。老师啊？你是当老师啊？这都是你的学生啊？学生，你现在是在哪里教书？就是到各个学校，他们都是有一些是一样的学校，有些是不同的学校。是教什么？教跳舞。哦，教舞蹈。教舞蹈。哦，所以这些都是你的舞蹈的小朋友。哦，所以你今天请他们来帮你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他们的成果展。对。跟老师来有没有开心啊？好像没有什么开心了，开心，好了，那没开心就好了。那老师现在要抽奖了呢，但是要抽奖之前要先听老师讲。对，看看有没有过关才可以抽。有没有24分才过关哦？来，看你们有没有帮老师加到分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殷老师请。
心愿你非常的成功，谢谢老师。係你非常嘅成功吼，未來那份成日咧吐出來就聽出分數非常嘅高啦。好，所以當然非常精彩嘅表演，從地嘅動和韓國成日咧嘅笑容下到掉就喊下定影響咧。好，希望大家謝謝你們來參與，非常棒。好來，可以哈，哎，可以拍拍歌。陳星月的分數來，哇，10分呢！我們滿分，所以一起跳，1、2、3。哎，很正呢，你不要這樣子。比剛剛那個左左右右還正。對啊，你的這兩條腿真的很厲害。抽獎，來，要不然拿過來給他抽好了啦。那麼多人來。那大家摸一下。好嘞，小朋友運氣比較好嘛，來摸一下箱子，摸，好，來了。很有愛心呢，哈。一個就好了哈，拜託哈。抽到幾號呢 ？Lucky 7。7是什麼呢？來。怎麼羅哥笑？為什麼羅哥在笑？為什麼？就是怎麼小一個？剪刀嘞？不小啊。我覺得這個應該也蠻適合你用的啊。這是不是就是你那個的？摸起來軟的，嘿。還有冰冰的嗎？這個冰的，晚上也可以使用啊。免洗內褲，免洗內褲怎麼會？晚上啊，晚上也可以，對。出去玩的時候啊。你要不要把它拆開來？好，拆來，拆看看是什麼？看大家可不可以分着一點一起用？你們也可以用啊。好，你們也可以。你們現在就要開始保養好你們的腿哈。哇，是面膜耶！面膜啊，我也需要，最近冒痘痘哈。很好用啦，真的，但不要太久哦。所以這就是你送的。哎，我剛好提供2個就被你們抽到了，沒有。你們真的很幸運。對，香水跟那個，而且都是紫色包裝的。懂度貨啊，什麼飲用度貨啊，對嗎？對。哎呀，好，OK，謝謝你們，也謝謝你們啊，謝謝。好，來回座休息哈，安置 C 哈，謝謝。好哦。好了。懂精彩。這個是接下來這個是嘻哈名模，葛仲山來了。哎呦，有可能哦。自拍，我喜歡自拍。哎，他今天要表演什麼？走秀是不是？名模要介紹出來，然後他走秀出來就對了，因為他是名模，對不對？好，我們介紹嘻哈名模。唱出場，連歸來。哎呦！我覺得我們的報應來了。報應。哎呀，阿妹啊！其實很像虎臂胳膊。虎臂胳膊啊！上帝也瘋狂。I love you。今天我們是鬧熱的尾牙，不是鬧熱中元節呢哈。也不是萬聖節。對，為什麼啊？找個人來嚇我們啊？喂，你要講話，我講法。特別節目啊。哦，特別節目哦，他現在就只有那種特別節目才會出現。會出現。對。是。冇，按你先不給表演好不好？好。看佢表演乜嘅？能表演乜嘅？表演乜嘅？乜嘅？雷鬼老山歌。老山歌就老山歌，還是雷鬼老山歌？搖滾的。啊，老山歌就老山歌，還是雷鬼？雷差。報應來了！我嚟彈講啦，我乜人都雷鬼老山歌，好嘛？來，彈講啦。摘茶愛摘，用山皮那。
谢啦，就算了你呐。上草爱上，用三皮呐。三夜莫看爱情公园呐，爱一生嘞，不谢啦，就算了你呐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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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校长，你那个这样子你还听得下去啊？哇，校长还耳机戴着，你戴全程的呢？对耶耶耶，咕咕咕，你都还在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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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你没有被他。他唱得很好，唱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他唱得很好哦。 3天而已呢，练3天了，他的山歌练3天呢。哦，唱得很好。你练3年，我也很恐怖啊。超恐怖的啦！唔会啦，唔係啊，當上留山呢，鄉親要當上呢。唔啦，前幾日啊，人牙齒準備好運氣。啊，前幾日啊，行到路上呢，人看到我講，哎呦，很久冇看到你上天師，重量級了一趟，我係重量級。就重量級啊？冇。按住唱地過。咕咕，安尼啊？耶。我講了以後，我又重了後用魔鬼了講嚟吼。魔鬼。雷鬼咧對邊嚟，迄風曲啊，魔強樣哦，用緊嘢重樣嘛，嘢講，good。good 啦 good，啊 good 啦 good，啊 good 着鐵杯酸牛哥，啊你呀迄多隆咚清楚自然，啊隆咚锵。一生就過了你啦，當神奇哦。當神奇哈。甘先生，我講的呢獎品攏公槍的呢。我直接看下分數啦。哦，不用獎品啦，直接看分數。好來。你來看嘻哈雷鬼名模的分數。好來。哦。謝謝。新模。呀，師母，你鬧嘢大擂台，嗬，日女日風，開啦！所有鄉親朋友抬起家好，出獎啦！趕快把禮物給他！趕快，把他攆走，快點！哪一個？羅哥，我跟你講，那個禮物很可能抽到小康要幫他做那雷鬼專輯。哎呦，真的嗎？可能這個是專輯的，放專輯的5號。你這個打過來。對，這個打過來。快點5號哈，5號的獎項。你那麼慎重啊，用這個箱子包起來，到底是什麼？哎，裡面有一張寫什麼？小馬哥。哎呦！馬哥啦。馬哥東西。有托嘛？老熱主持人陪你睡一晚。恭喜，這是大獎哎！有嘞！哇！哎，你要去試情了哎？是。鬧熱主持人哦，我跟你講，鬧熱主持人有2個啊，你可以選啊。媽呀，我有講誒。媽都，鬧熱要換主持人了。馬哥呀，唔來講啦。主持人換。好聽誒，請講誒。馬哥請講誒，你公投的時候就是投不同意的。請講唔係啦，要請講的啦。請講的啦，好聽咩請講？唔要一定係喺咩講的。有拉沒拉講誒。啊。好啦，我們有準備好了啦，來。其實是小康啦，好棒哦。
年底出清呢。主持人陪你睡一晚呀？嘿，嘿嘛，你讲主持人陪你睡一晚啊？俺的亮啥？真的吗？好吗？亮的哦，亮的看我吞，亮的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。哦，还来当胎，好。很上啊！亮的看他平水木，好嘞。哦耶！谢谢。带转移，带转移。好啊，好啊。带鬼。带转移 M 队咯，哎，中元节再来，好。啊，好不容易弄走了一个。哎呀。雷鬼名模，我觉得你辛苦了，牛哥。我真的觉得要一年当中哈了呀。我认为，我们有很多的喜怒哀乐，然后也一直觉得很替你辛苦，要撑起这个场面。所以我今天呢，特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我7+9的把这一位您的恩人请来了。我恩人？对，我的恩人。没有几个，对不对？没有几个呢。是一位女生。不会是我刚出道的那一位？听说你常常叫她干妈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就是好像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样。哎呦，没有他就没有我，是不是？是吗？牙齿抱抱那个吗？就只有一个而已啊！哎，那是尤兆琪啦，弄错的。那个是蛤蟆了，那是蛤蟆的。牙齿抱抱是对不对？哦，姓林吗？真的假的？你把他邀请来，真的很难的。我想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林书荣。我是一大洋，我是一大洋，我是一大洋。好久不见，大牛哥。哎呀，叶姐，哎呀，没有，你是姐，你怎么有可能这样？我是姐。对呀，你出道比我早嘞。是啊。是啊。哪有？我们是同期。你没有啦，年纪也比我大。我想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林书荣。来，干嘛？昨夜的星辰，你坠落，消失在遥远的银河。想记起，便又已忘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。爱是不变的星辰，爱是永恒的星辰，却不会在银河中坠落，上映着那份情，那份爱。今夜星辰依然闪烁。书荣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对，常常在牛哥的嘴巴里听到你的一些故事，今天终于见到你的本人，没有想到你的本人跟我在电视上的完全10万8千里的差别。头发有长长。对啊，皮肤好像变黑了哈。对，书荣姐因为刚下飞机，所以来不及整理，头发是有一点这个不好意思，让巨星这样子帮你抓一抓。大牛，帮我拨一下。哎呦，叫我大牛啊！哎呀，是苏荣姐，哎，我的再生父母，开玩笑。好，对，那么够意思，帮你请来了。哎呦，真的太好了。坐莲塘来的，比较便宜。苏荣姐的身份怎么有可能坐莲塘？因为我花钱呐，7+9啊。是。是。哦，那苏荣姐既然就来了，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
应观众要求，因为听到你写新的本来的。哦，既然讲能提节目中匆匆讲到林淑荣遐个人，安尼可以摇唱到节目当中了。今朋友摇唱到了，摇唱到了节目当中，就一定会弹一首经典歌曲。大家说是什么歌？对对对对。无言的结局。哎呦，是不是？既然来了，是的，原汁原味啦，原因重现，是不是？观众朋友们，胸膛毛哦，还是从客家本本的哦。有准备吗？有嘛？有哦，哎呦，来叫我讲客家。不会有，不会有。好，哎，淑荣姐 OK 吗？客家版本。可以的，可以哈，可以的。好，走的。走的。好好听的讲话。来，无言的结局，来。无言嘅結局，好啦，廣東話講無言嘅結局。曾經係對你講過兩係隻無言嘅結局，停停嘅時間，停停嘅雨。愛曾經講過，假使有陰影，愛就愛離開你，面上沒有墨字。但愛用伴能天之過在相依。愛用伴做的，表下所有非。不愛再看看你，不愛再講愛你，莫將你培養你。寬恕世界講寬恕，將無講表氣，就半嘅飛，停停嘅隨風起。想你可憐，已無乜解可憐。但愛用伴能天之過在相依，愛用伴做的，表下所有非。不愛再看看你，不愛再講愛你，莫將你培養你。寬恕世界講寬恕，將無講表氣，就半嘅飛，停停嘅隨風起。可能愛忘記得，可能愛較想你，可能已無乜解可能。干妈毕竟年纪大了，她的气比较没有那么足。可能忘了，她大我快10岁了。不用讲出来没有。干妈很辛苦了。对。今天来到我们老家大擂台，你吃到牛板，你敢输嘞？我听不懂客家话。啊，对了，突然忘记了。他不是林淑荣了，回来。对，我要抽机票。对，你要抽机票了，机票就已经被走了。等一下啦，你要看你有没有过。没有过。对呀。来，顾家珍的分数。谢谢老师。感觉好像在比赛那个闹热打擂台。对，想不到他今天也要被评分。是，哎，对呀。他多久没有被评分？不错啊，10分啊，还不错啊，满分呢。抽奖好不好？来，抽奖。耶！啊，剩没几个了哈。好，大奖都被抽走了哈。没有。有什么其他的獎項呢？迪歐。你的哈。幾號？12號。12號定係呢？12號。12號再也不用餓肚子。买个东西呀！你先過來這裡。先過去。好。先過來這裡，哎。我幫你對獎哈。來。來。我看這不只是2手的了。對。來。哎，等下我的手。抽到這個。喂，那不是上次那個。那是上個了。魔鬼阿姨掉在這裡啊！魔鬼阿姨抽到。太開心了，是不是？
抽到什么东西？抽到晚上不用再什么？对，不用饿肚子。那个东西，这什么？安补鸭太搞笑了吧？有蚊子，哈。这个送给你啦，我知道你哦，那个租的那个房子哦，里面很多那种蚊子，哦，需要这个，让你比较好睡觉，好不好？蚊子就不会叮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吧 ，OK，你就不会叮得像抱抱的这样哈。所以最近比较消了。对，好了，谢谢苏蓉姐啦，好，大老远跑来，对呀，对，好 ，OK，很开心谢谢你哦，跟你原汁原味重现，好吧？原汁原味是什么？就那一首歌啊，《无言的结局》啊，哈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啊，拜，好，再见。好了，沙哈雷嘞，沙哈雷是一个广告女郎，台北的欧香咖啡，哦，会这么热卖，全部靠她了。叶姐啊，叶爱玲，也会吧，赞吧，对，叶姐你都把她请来了啊？对，今天很多大咖的我都把她找过来，然后人家大腿腿的，分享叶爱玲。哦，欢迎。为何不开口对我说你并不想走？为何停留再一次紧紧拥抱我？爱我，别走。爱我，别走。爱是有个爱有一疼，男人成功，大人受用，自闭了情歌，爱生嘅夢想，愛生嘅勇想。愛是有個愛有一疼，他等身後，英雄天佑，自閉了脫離，渾身嘅熱情，渾身嘅挑戰。雖然帶點離愁，有種春天吹走，愛係單場渺渺夢。無奈嘅一條夢，告別了英雄，告別了離愁。我是一大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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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一大洋。雖然帶點離愁，有種春天吹走，愛係單場渺渺夢，無奈嘅一條夢，告別了夢想，告別了離愁。我是一大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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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一大洋。哇哦，哇哦，哎呦啊，两位啊，这个，两位小月好帮你忙哦。对啊，小谢月刚刚来表演，谢谢现在又来帮你哦。哎呀，叶姐，好久不见，大牛哥。哎呀，叶姐，哎呀，没有，你是姐，我怎么有可能这样？我是姐。对呀，你出道比我早嘞。是啊。是啊。哪有，我们是同期。你没有啦，你年纪也比我大。而且你最近也是荷尔蒙有点突变，就是胡子出来。对，哎，模仿他要有什么那个。模仿叶姐哈。葉姐我講下講。最聽我
尼，伊一定要站丁字步。哦，丁字步。 45度角。哦，45度角啊。然后耶稣啊，一定会妩媚。哦，他很妩媚，对。他一冲过来哈，伊讲后期有嘛，伊冲过来有点酷色。哦，凶。对，啊也表情有嘛哈，这样傲娇的脸，没有朋友的态度。要拉麦的。好棒哦。 然后要那种哽咽的声音的。我发现你当女生应该很漂亮哎。我觉得你弄错了。你出生错了啦，你应该是就是。你弄错了。对啊。真的吗？对，而且叶姐讲客家话有别有风味，很像是那种屏东的那种欧巴桑。接下去哪里？大麻酒。还好。唱得好，唱得好，真的。特别。来，要直接看分数了吗？哈。 直接看分数好了，来，直接看分数。冯世军的分数。这么紧张，这么安吉飞。抽奖，抽奖，抽，叶姐来抽，叶姐来抽，来。啊，叶姐抽一个。叶姐，请你用最妩媚的动作来抽奖。为何不回头？ 叶姐抽到几号？几号？15号。哎呦，15号刚好在这里哦，一条好长的。叶姐最近有一点缺长条物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哎呦，本来无一物。这什么东西呢？一只哎。 来，我们来本来无一物，等一下，叶姐，等我一下哈。叶姐，我的剪刀去哪了？我觉得那节目懂后呢，有一种元宵猜谜，我知道，我猜。你猜一下哈。鸡毛掸子。团亮哎哈。团亮啊。鸡毛掸子。本来无一物，无尘埃，对不对？哎，有可能是不是？鸡毛掸子。哎呦，剪回来了。剪啊。叶姐，你用你妩媚的动作来剪好了，来。 阳光约会吧，什么？叶姐，你错了，你要剪下面，你剪上面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打开哈。叶姐，还是你用牙齿把它咬开。啊，剪开了。来，慢慢的把它打开来了哈，还是要有动作。唱来。幸福吧，让你再也不用忍。好适合天气冷的时候。哦。唱来。马桶刷哦。哦，还加长型的嘞。哎，叶姐很适合啊，很适合。叶姐这下面还有哎。哦，还有啊，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马桶。哎，好适合唱《我心已打烊》哦。啊，贵州的啦。哦，还有刷子哦。这，周代嘛。周代啦。周代啦。哎，我好喜欢哦。好啦，那谢谢你了哈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呦，真的为我们节目牺牲那么大。谢谢。哎，起承暗胎呢，真的。天哪，我怎么会有这种同学啦？拜拜了。再见。哇，刚刚中元节。对啊，现在这到底要什么节啊？我觉得要世界末日了。世界末日了哈。对。欢迎林冠群。对。不偏狗。不偏狗，偏子狗啦！来，赶快来。偏子狗。张那年，你来新那年事哦，娘亲偏子来把人的呀，阿哥们用
愛惜馬記喲，愛惜自從來草強時喲，愛相惜草強時，相識自從來草強那時喲那。愛惜馬記喲，愛惜各自來見阿拉村，安相識見阿村，相識各自來見阿村哦，那。什麼嘢事咯？娘見평子來苗款啊款咯，阿哥滿用愛惜馬記喲，愛惜神色咧富啊條啊緊，安相識富啊條啊緊，相識神色。哦，哎，好恐怖哦！我倒觉得他今天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棒哎。对，他就是冲着冯而且思君来的。他唱歌唱得很好，他今天。他是冲着冯思君来的。你今天是从一开始到选秀会开始，选秀到参赛，然后一直后来我们找你来参加特别节目表演，这一次你最正常啊。对，有最经典，真的。对，最不会给我搞乱场地。哦，那个唱告状况哈，这个阴阳人的表演是蔓延范围呢？同有啲福記，有佢嘅嘅飲食店，我係咪唔記得叫名嘅？千招冇看到。哦，係，佢較早創一個傳統嘅歌嘅嗬，但是佢就同時，佢也做得編什麼嘅songs，寫來嘅songs。哦，啊，佢創什麼嘅songs比佢遐創嘅較高。又行下歌咧。佢多數會唱我喺度講嘅節songs啊，佢用節songs嘅方式唱。哦。佢唱以後啊，我喺度開做其實，然後佢向我表演過。阿爺佢有出嚟表演冇？千叫冇看到。千叫冇看到。佢本來叫做福記咩？沒有呢啲福記啊。係。啊你叫翻翻接。伊今年啊練2年咯，迄邊練2年有冇夠用誒？你冇問題啊。冇問題。後生人佢很繼續安尼下去。嘅天冇問題，不得了咧！厲害哦！看一下佢辦法出獎冇來。林冠權的分數。哇！哎呀！1分，多分咧！啊！浮誇你！我看到個事情啦！沒，
因为今日要比赛哈，所以他搞出一种分数，哈哈，咩啊？可以嘿。唔聽嗌向前做攞飛咪喺按你壓愛，冇按過嘅分數，唔見邊啲咪壓愛冇按過嘅分數，人生當中有乜嘅過嘅分數？來處長，來，注意啊！剩40獎哦，就被處了。處長要開解一擺，愛我冇處過獎。來，看處乜嘅，來，一道好，幾號？哎，6號。6大順係咪？啊，通體舒暢就靠它了。通體舒暢。來，剪刀剪一下。來，看到底係乜嘅東西呀？來，很漂亮哦。通體舒暢就靠它咯。哦，懂厲害哦。會不會是那個？我們用過那個通便的，我也知道，那個人生晚長，不是那個吧？哈，因為用過那個就通。包裝很漂亮哎，哦，東洋風哎，不會月餅吧？不是的。哦，打開來，你自己打開，你自己切。哇！呀，一罐係誰生呢？一罐係你身體乳，薩庫拉還沒洗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今天真的表現得太棒了。是夢。哦，厲害哦，讚哦。三號女唔加計先好。三號女。你個哦，先生咧，一格少先生。帶嚟乜嘅？帶嚟乜嘅？主廚。金頂嘅主廚。金頂嘅主廚。快一頂。大燈你嘛轉無通，同有有路有人愛做伴，日頭打做拉多林安，逐日亮將潤發嘅春山，腳頭打橫開見張。就谷同山谷邊樹下，長鐵山，因在他的古代路上空無爭。按多年來咯，鄉間嘅小路變到天幕空中了，可用笑面對看就變你跳下來唱，自然有落成多情嘅莫變做。用手來公司服裝，打造出變得你都看到。也結束 ，Go。黑龍腳沙灘，海波跳進咗山卡冚，半百幾多隔穿牆，錯了開轉也愛吃淡，相依相盡又相讓，姜蒜潤潤鹹鹹的無湯，遠遠遠兩邊班，這是家婆一數做好，一數傾愛行，拆腳陽光拍腳陰暗，暖暖。澎湖灣，一副腳兒是波嘅小生，前到啲嘅力掛，撞落個邊個開槍，南亦
独尊不念，幸福吧，幸福吧，也破嘅幸福吧。有那些是太太嘅理想，陽光沙灘海浪聲延續，看得眼內容命的伴，幸福吧，幸福吧，這波嘅幸福吧，就那些是太太嘅理想，陽光沙灘海浪聲延續，看得眼內容命的伴。哦，好特别哦！我第一次看到唐老鸭模仿米老鼠哎！不能这样讲，小康老师说那是鲤鱼。这明明就米老鼠，米奇。是啊，等一下，我本来帮他编好，然后说老师你穿个燕尾服，爵士一点，跳点拿个拐杖，戴个帽子，帅，对不对？像那个，对。那请制作单位帮他借衣服，结果借个像鲤鱼的一样的燕尾服。我说我歌都已经编好了。这个别有一番风味啊！这是另外一个效果。老鲤鱼也会翻身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要龙门嘛，鲤鱼要龙门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拿个拐杖给我，那很奇怪啊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你老了，你年纪也适合啊。好了，阿公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你有没有办法抽奖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阿公的粉书。好了，耶！我这边再加10分。哦，是这样啊，40分。哦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对，阿公。那我不是被淘汰了吗？平常不是22分以下就淘汰了？没有30分。对。今天有30分。哦，对，有超过24就可以抽了。哎，来，阿公嘞，难得被评判哈，很奇怪。来。阿公抽一个就好哈。哎，还有4个奖嘞。不是唱2首就是2个，唱2，对，一个就好。几号？10坡。哎呦。10坡。什么？让你再也不用忍，让你再也不用忍。你通常都在忍什么吗？哎，要不要团练？这很有创意哦。看，来猜一下，还没猜什么？来，包大人，纸尿裤对不对？不要因为罗老师的演技，不叶老师的演技，你说讲包大人。我还不需要用到包大人，好不好？包老人。那什么？也快了啦，也快用到了。不用忍。好像是。哎，你剪好慢哦。纸尿裤。纸尿裤。那什么拖鞋？这什么？耶。好适合哦，好适合哦，天气冷的时候。哇！你们要现场看示范吗？好，谢谢阿公，谢谢阿公，哎呦，哇，那下一组呢要送什么好啊？这一组是那个夜壶都已经送出来了。叶嘉修老师得到夜壶，下一组会不会有什么痰盂啊，还是什么？会不会？哦，不知道，而且这是一对哦。林占一老，你手下呆了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今天你唔会加本啊！其中的创亚中国诶，今天你要嫁给我。哦耶！还有那个 rap。听到糖豆梨头的总上，有吗？好，来，糖豆。春暖嘅花開，帶走寒天嘅憂傷，迎風吹來浪漫嘅迷思，迷
抒情歌飞燕充满意义，爱秋菜俩下古分多年。春兰的花香，带着寒天的凄凉，微风吹落意外的爱情。夜话在唱歌啦，却演给记里，爱秋的菜俩敷衍爱送你。窗爱讲树天树，人爱穷哈哈，过得幸福的生活。做本衣服唔差，天公意外可惜，今日甲本爱好无。手下 in the house， 赞伊的 house， 手下 in the house。赞伊 in the house， 手下 in the house， 赞伊 in the house， 哦，love you in the house， sweet sweet love， 窗爱讲树天树，人爱穷哈哈，过得幸福的生活，做本衣服唔差。今年伊爱可惜，今年伊爱加本爱。当爱讲树天树，因你穷下讲，让伊一生交本爱。国语莫爱飞天，未来爱多永久，今年伊爱加本爱。今年你愛加本愛，今年你愛加本愛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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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有，抱起来，有，新娘抱，新娘抱，垃圾。对。他到礼堂的总上，在你的上帝面前，还有球面前见证，一堆男也喺做一結個公婆，唔好講咧，全部咧按你神聖，我唔記得，也係非常嘅神聖，哦，唔願意神師傅咯，用人頭向下尊重佢，看美佢，通殺佢，幫得佢，用人同時建立美滿嘅家庭，唔願意按你做冇？願意I do, yes, I do。来，结婚音乐下了哈。哎，抱起来，抱起来。有捧花。嗱，幾多萬樣嚟講你啊？叫嚇，頭擺都唔是啷個用開歌，你下拿手下嗬，咁樣啊，一到聲你嘛，係講，哎呀，很累差咯。哎呀，每個女就係忙要上節目哦，兩個都同佢講，哎哦，佢方面唔係一線黐嘅喲。咩阿鳳嗬，嗱可以見七足八足都講我咩生嘅，啱唔啲講，安尼啦製作人蒙大人啊講咧嗬，喺我做新娘啊叫伊贈嘅。啊？做嘛做喺唔做新娘按尾褲咯？哎，偷偷看到清风hin，看叫冇結婚哎，今天唱這個歌還蠻好聽的呢。真係當好聽啊！那時候當神奇吼，喺什麼人做到形容上，一邊冇窮樣誒，真的哦，真的有愛的泡泡。今天完全不一樣，完全不一樣啊，跟他平常那為什麼我今天要穿我們那個安娜七足八足4點鐘以前是很晏都該去玩衫，我弄啊錯咧都該多了，冇去學呀。你碰過一幫你。好好。哎，葉老師有，葉老師有，葉老師有。这个还是真冰，这个用啊，这个还没有过7天鉴赏期可以试用啊，真的很开心呢。来，可以啊，有辦法除掉我，來。展毅老師跟秋霞老師的分數。啊，恭喜！好的，麻煩兩位，拿過來，拿過來比較足啦，哎。
存到2个啦，8号囤11号的。因为鸟会包起来，含天通间一天通间都要。来，鸟先出来，来鸟形容先出。有啦。有啦，嘿啦，就2種天。咪倒死嘢攬唔到。哎呦，嚟，叫車嚟啊！8號，來，展毅老師，展毅老師你也抽一個。那11號可能就是展毅老師了哈。11號係咪？11號呀。哎，來，剩下最。啊，麥緊樂。來哦，過去嘅雄風大起嚟，過去嘅雄風大起嚟。咱其實個做位歌曲。哎呦，拄好了。不會跟一家秀老師除了講到尿壺吧？唔會啦，尿壺樣一個啦。呀，8號先開了，好吧？不打開我會生氣氣哦。好啊。在意我夢到我沒傷害啊。真的，你讓我按拄好啊，出，哎呦。巧克力啊？乜個東西？CD 啊。CD 啊。乜仔 CD？不打開我會生氣氣，係乜個東西？來，我的乾兒子啊，小五的，德武的CD專輯啊，棒好棒！來，哇！節目一開始到了哈，有作弊冇？冇作弊，我咪我有按拄好，我留條相片幫佢啦。對，那有按拄好嘅，按拄好，愛這個加出到嘅。那到底乜嘢啦？中藥呢？加價嘛，幾多嘛當關心啦。中藥米啊？哎呦，真的是覺得，哎呦，你身體真蠻虛哦。哇，一鋪哦。過去嘅雄風來去咧，來去咧，過去嘅雄風來去咧。跟你真蠻好啊！製作單位連那孟達製作個自己身體虛。對，啊，貼片一個中藥行，搶緊嘅中藥師，概念咩？調皮對，十全。太不同，好好用，補一下哦。對，我們所有的演出人員，帶着禮物，來，我們來，你的夜壺呢？老師，老師，你的禮物他點對哦。是。哦，你根本有翻譯啦哦。有。我相信你觀眾朋友看到咩十分翻譯，我哋製作單位真的非常的用心哈，幫大家看到我哋無空用嘅節目表現。好，你今日我們節目算成功哦。成功！大家多多支持你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。拜拜，謝謝。尾牙快樂！安姐，謝謝，辛苦，謝謝，謝謝。